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施加。心事完全交托，甚至主意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施加。心事完全交托，甚至主意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
主，你已救赎我们，招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主，你已救赎我们，招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上帝啊，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的诱惑，求你刚定我们的心，让我们时时都定睛向你，也求你赐下恩典怜悯，看顾我们一直都走在符合你心意的道路上。主啊，我们真实的悔改在你面前，我们知道唯有遵从你的话语，才能时刻与你接近。谢谢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不足，却依然怜悯爱惜我们。谢谢主知道我们的所有不足，却依然选择与我们同在。等等要开始今天的聚会，祈求主及圣灵都与我们同在。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我们仍然站立，
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请坚信、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这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奉献，请同工。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神，又是爱羊群的大牧者，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作为我们的保护与引导，又赏赐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永远都没有欠缺。虽然我们行在黑暗中，你用爱作为亮灯来光照我们。我们要跟随你的引导，我们要一生一世服侍你，我们要赞美你，尽我们一切的力量。我们要遵从你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虽然我们时常迷路，你用温柔来牵引我们的手，引导我们到活水泉源，让我们安歇在你那里。你更呼召我们向前，享受你的永远的恩典。主啊，我们要起来应答你的呼召，我们要向前奉献一切。我们必定要忠诚、勇敢、壮胆，为着荣耀主来活。主啊，在新历年过了不久的时候，旧历年也随即就要到了。对这样的事实，让我们认知，你所赏赐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一分一秒的流逝，一刻都不停留。也因此，让我们得到提醒与警醒，知道我们回应你的呼召，当及时；我们献身当及时；我们奉献当及时；我们做工当及时。好让我们可以得到你所应许那个永远荣耀的冠冕。这时候，我们也一起用主的祷告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请大家看周报的内页。教会消息：第一，本主日爱餐后将进行全教会岁末大扫除及
拆除圣诞装饰，请各区负责人，就是部长或是各团契的会长，留意教会群组里面有公告哈。那带领会友共同来完成大扫除的工作。待会儿就是爱餐之后了哈，聚会完了爱餐之后，请留下来帮忙，大家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工作。第二，各团契会计请将2022年度决算及账册，在1月15号前交给干事，以利查账委员来查账。第三，各团契会长请负责将和会手册资料，也就是2022的事工报告和2023的事工计划和财务报表，在1月15号前交干事会诊，以利校对来编印和会手册。第四，为了符合会计师认证标准，本堂奉献登录的方式均采个人独立奉献或是编号，请大家来配合。另外，奉献登录核实要使用编号的人，请向干事来登记。第五，教会备有新春联，来供会友使用，原则上是一户领取1张。那会后爱餐的时候，你可以在接待桌那里可以自己来挑，有4种形式哈。第六，2023年度第1季，新年光读经手册已经送达。我们请到1楼接待桌的地方自己来索取。团契消息，本主日上午就是刚刚过去的9点45到11点15哈，新的情社团契的聚会形式已经开始第1次的聚会，地点是在教会的4楼哈。那我们希望就是夫妇了哈，中壮年纪的夫妇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团契，我们也为这个团契新的形式来祷告。那年长的夫妇请就参加松联团契。第二，1月14到15，礼拜六、礼拜天，圣歌队的退休会，地点是在新竹的尖石乡塔里森林温泉度假村，为这个事情祷告让退休会圆满成功。肢体消息就是要接下来的星期三，这个礼拜星期三，1月11号上午10点，在二滨的至善餐厅，也就是景仰楼的2楼哈，举行林旭烟弟兄的告别礼拜。火化后随即安葬在台北慈恩园，请要参加告别式的或是安葬礼拜的，到1楼的柜台登记，好让家属遗嘱能够来安排。那奉献的明细就登录在这里，若是有什么出入，再向会计来更正。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创世纪3章1到7节。创世纪第3章第1节，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2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以上讲到要请黄志梅牧师，他的题目是“摆脱谎言，走向上帝”。
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想今天这段经文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一段创世纪的经文。那我们通常对于熟悉的事物都很容易就这样子，就这样看过去了，比较不会再去仔细下去思考这段经文对我还有什么特殊的特别的意义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呢，要借着新眼光读经进度，我们再一次要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就好好的来研读一下，我们一起来温故知新一下，看今天上帝要透过这段经文对我们说什么。第3章的第1节，我们请 PPT 同工放经文，对，好。3章的第1节说，耶和华上帝所造，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走兽更狡猾。狡猾可能说是我们对蛇的第一印象，哇，原来蛇是狡猾的。这样的印象让我们对蛇有莫名的厌恶感。我们都不喜欢接触狡猾的人，除非我们自己本身生性狡猾，否则我们为了自保，就会跟他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但是夏娃在这方面似乎他的警觉性就稍微差了点。我们来看他跟蛇的对话是如何。第1节的后半段到第2、第3节说，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就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狡猾的蛇一开口就让这个女人产生了困扰、困惑。上帝岂是真说？真的吗？你确定你没有听错吗？上帝真的是这么说的吗？上帝对亚当所说的，当初这段话是上帝对亚当所说的。一开始的时候，在2章16节、17节那里，上帝怎么对亚当说呢？上帝说：“园中各样树上所出的，你可以随意吃，只是知善恶的树所出的，你不可吃，因为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原本其实是一个很简单、明确、想都不用想的一个禁令、禁止的命令，但是经过蛇的这样一个反问上帝岂是真说？就把夏娃从一个理当顺服的一个情况，带向一个很模糊不清，好像是可以讨论的吗？这是可以商量的吗？好，这样子的一种不确定的氛围里。你确定上帝真的是这个意思吗？好，蛇逮到机会，他有进一步说第3、第4、第5节。第4、第5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哦，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条蛇丢出了一个双重陷阱。什么陷阱呢？首先他说：“你们不一定死。”他把原先上帝的这个意思给模糊掉。就是一定会死，而且你们要顺服，不要吃，变成好像可以谈条件。接着呢，就提出说，你们可以像上帝一样，你们吃了以后就可以像上帝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就好像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要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嘛。那像上帝一样有错吗？有不对吗？不能像上帝吗？不能像基督吗？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像上帝一样这件事情。乍听之下没有什么问题，好，乍听之下没什么问题。但是夏娃呢，她原本就已经开始动摇的心就，那个越摇越大了这样子。然后第6节，于是呢，这个夏娃呢，就是这个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因为她已经整个都已经被带风向被带走了，好。然后那个果子呢，又使人有智慧，她就摘下来吃了，也给了她的丈夫，就是亚当也吃了。果然我们这段经文这个故事读到这里，果然这条蛇真的是比田间一切的生物都来得狡猾它不只是让亚当夏娃这对人类的始祖违背了上帝，还让所有的人类他们的后代后裔，包括我们，都背负了这个原罪。本来一切被上帝看作是好的创造，就这么被一条蛇给糟蹋了，所以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第一个反应是：那上帝为什么要造蛇啊？上帝自己没事找事，他不要造蛇不就没事了吗？
通常这样子的反应或这样子的理解，是我们对这段经文普遍的认识。普遍我们都觉得这段经文哦，就是在讲这样子嘛，就是在讲这些事情。上帝在创造天地的第6天，也就是第1章的24节，上帝说：“地要生出有生命之物，各从其类，就是牲畜、爬行的动物、地上的走兽，各从其类。”是，就这样成了。上帝看这一切是好的，这是上帝第6天的创造里面上帝说的。里面有什么？爬行动物，蛇是爬行动物，没错吧？对不对？好，各从其类。上帝怎么样？看一切都是好的哦。上帝看一切都是好的，很确定。但是上帝这样子的确定，上帝的标准会让我们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哎。既然蛇是狡猾的，为什么上帝认为狡猾是好？为什么狡猾可以等于好这件事情？为什么上帝会看狡猾是一件好事呢？明明就不是好事嘛。我们暂时先跳脱这一段经文，我们先来看看《创世纪》这本书，这个书卷是怎么出来的。《创世纪》简单来讲是一本回忆录，而且是一本隔了年代相当久远的回忆录。在创世之初没有任何的文字，所有的流传的东西都是口说，用口传。好，亚当夏娃口传说。好，他把他们的经历，他们把他们的看见，他们把他们的圣灵给他们的感动说给他们的后代听，就这样一代用口说的传下来，没有任何的文字记载。在口传的过程当中呢，然后到了摩西，好，然后所以一般的圣经学者传统上认定《创世纪》就是前面的摩西5经啦，好，创书立民生，包括《创世纪》就是摩西的作品。虽然那时候摩西都还没有出生，但是因为他是这样子一路听下来的，然后又借着圣灵向他的启示来完成的这一部《创世纪》。在摩西写完《创世纪》，或者说写完，就是他在记录，或者是他说跟他的后代这样子完成了这部《创世纪》之后呢，就在长期整个旧约时期很长期的文士，就是经学教师，他们的抄写。他们在抄写这段经文的过程当中呢，历史这么久远，而且对希伯来文有研究的人，他的古希伯来文，他没有他的文字都是连在一起的，没有逗点也没句点啦，就这样子黏住的。好，所以在抄写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加入了一些后人的判断。或者是对这段经文的想象，多多少少会加入一点后人对这段经文的解释跟注释这样子。比如说哪一天牧师死了的时候，我们在告别礼拜会准备一些故人略历嘛，哈。故人略历是谁写的？不会是我写的吧？故人略历一定是子瑜、子群、子爱他们3个写的，他们共同妈妈之前做了什么事，好想一想写下来。然后呢，里面会加上什么？妈妈之前做那件事、说那些话，可能是基于什么样的动机？他们会用他们的观察来决定我那个时候可能的动机是什么，我的想法可能是什么。通常都会这样子嘛。但是他们所写的这些故人略历，所写的对于我的动机也好、想法也好，会100%完全符合我的动机跟想法吗？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搞不太清楚自己的动机跟想法是什么。那更何况是别人呢？虽然是旁观者清啊，但是他们就是在时间这么久了以后，他们在回想，妈妈那个时候说当初她呼召是为了什么，怎样，可能那种记忆都有点模糊了啦，哈。好，所以就是这样子，多后人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当他们在抄写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加入他们对这个蛇主观的想法，就是这条蛇狡猾，这条蛇狡猾。好，所以狡猾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它其实是一个很中性的一个词汇。狡猾这个词的希伯来原文，如果用在正面的表达，既然是中性嘛，就是它可以从这边看，可以从那边看，
看你要从哪个角度来解释这个词。如果是用正向的方式来解释这个词，其实是精明、通达、灵巧的意思。你想不想精明、通达、灵巧？想啊，我也想啊，谁不想精明、通达、灵巧啊？至少我不会被骗嘛，好，至少我不会被骗。精明、通达、灵巧会被翻译成狡猾，就是刚才牧师讲的那些。这是后人对蛇、对这段经文，他们觉得蛇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其实蛇在原本被上帝创造的时候，确实是怎样被看为是好的。好，如果我们用精明通达来看蛇的这个本性，那我们一定会对这段经文重新有不同的理解跟认识。我们现在呢，就试着用比较中立的眼光，用中立的眼光来重新仔细的再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再回到第一节，第一节，蛇很技巧的把上帝的肯定句变成疑问句了。第一节说，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上帝真的这么说吗？本来上帝就是这样说，没什么问题嘛。但是蛇这样一问，问题就很大了。好，然后呢？但是我们会看哦，至少蛇讲这句话有错吗？蛇讲这句话有错吗？没有错啊。蛇岂是蛇说神岂是真说？上帝真的这么说吗？他只是提出他的疑问而已嘛，他只是要你确定一点嘛。你听到的是这样子吗？所以蛇其实他说这句话一点错都没有哦，没有错哦，他没有错哦，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会说，子爱，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复习功课啊？子爱说有吗？他说有啊，我有复习啊。如果我再反问，你真的有复习吗？好，如果他真的有复习，他会说：“对啊，我本来就有复习，你不相信哦，这样，对不对？”好，我只是反问，我只是更确定一下嘛。那你真的有复习吗？这样子好。但是夏娃呢？夏娃的问题就来了。夏娃接着怎么讲？当蛇这样问的时候，夏娃第2节，女人就对蛇说了：“夏娃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啦，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其实从夏娃的话，我们就可以断定他错了。所以看到这边，蛇没有错，是夏娃错了。夏娃怎么错呢？夏娃说：“园中那棵树的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上帝有说不可以摸吗？上帝没有说不可以摸，上帝也说不可以吃，我们不要太夸张。我们人讲话有时候很喜欢夸张、夸大其词。好，然后呢，夏娃还说：“免得你们死。”蛇只是说你们不一定哦，那夏娃就跟着蛇的说，跟着蛇的话，就是免得你们死。变成夏娃也觉得我不一定会死。夏娃她不只夸大了上帝的意思，还把上帝的肯定句变成条件句。上帝的禁令在夏娃的心中就已经开始越来越模糊了。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说，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在路加福音也有讲，心里所充满的，口里怎样就说出来。所以从夏娃口里所说出的话，我们就可以判定他心里其实已经早就在那边搞不清楚状况了。这样，那夏娃他夸大了上帝的禁令，他的想法可能是什么呢？哎呦，这么多树都可以吃了，就差那一颗吗？还差那一颗吗？啊，不可以吃，连摸都不可以摸哦。那我怎么管理啊？我怎么协助亚当管理这个园子啊？他夸大了上帝的禁令，以凸显他自己好像有点委屈，有点无奈。弟兄姐妹，当我们把我们的委屈跟无奈向别人倾诉的时候，我们期待听到的是什么话？通常我们会期待什么？对啦，就是这样啊！你怎么倒霉啊？什么什么那个人哦，或那件事什么什么，我们通常期待的是一个回应，那个回应是可以符合我们心境的那个回应。通常我们的期待会这样，所以当
夏娃他在夸大其词说连摸都不能摸，这样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也因此，他觉得可以跟上帝谈条件。你看我这么倒霉，我这么委屈，我这么无奈。于是呢，他就觉得那个禁令，那个必死的结果也是可以谈条件的，也是可以商量的，就是我不一定会死。其实蛇就好像是摆在夏娃面前的一面镜子。而且我们可以很笃定的说，这就是还是个照妖镜。从夏娃所说的话，我们发现夏娃的内心，她隐约觉得上帝的禁令可以被挑战，可以谈条件；隐约觉得上帝的允许可以无限放大，反正那么多树都可以吃了嘛，那么果子都可以吃了，不差啦，没差，没差。既然都可以吃，没差那一颗，上帝只是说好玩的而已，好，开玩笑而已。夏娃似乎她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等待一个自己可以被说服的机会。她等待一个自己里面内心那个自己欺骗自己的谎言可以被印证的那个机会。果然机会来了，蛇就出现了嘛。蛇就出现了，让他逮到了一个可以证明自己是对的，证明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怀疑可以是对的，可以是被接受的机会。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蛇的出现替夏娃摇摆不定的心踢了临门一脚，结果事就这么成了。很讽刺的，事就这么成了。我想，自从新冠肺炎虽然它是从2019开始发迹的，但是进到台湾开始对台湾的生活有极大影响的，应该是从2021年开始。那时候我们5月份有3级警戒。从那时候一路延烧到如今，其实确诊隔离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讲已经是非常明确的，非常明确的。政府怎么规定，我们就照样怎么做。但是如今呢，到现在2023年，到现在就会有人确诊了不想出声，因为一旦通报就会怎么样，失去自由，而且还会带给旁人极大的麻烦。特别是现在，我们整个社交活动都几乎已经恢复正常，因为那个时候2021年3级警戒，大家都一样嘛，对不对？大家都一样，都隔离，没差。我也是这样，你也是这样，没差。可是现在不是啊，哇，大家都玩的这样子，到处去晃。哦，我一个人干嘛？搞自闭哦，关在家里，何必呢？反正现在好像黑数也这么多，我何必呢？难道有差我一个吗？不差我一个啊。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很多人确诊，内心就会，或者是有症状出现的时候，就会有那个搅动出现了。我要不要快筛啊？不筛没事，一筛有事就麻烦。好，就算快筛阳性，那我要不要通报？我一通报就开始被限制自由了。当我们在内心这么彷徨，在这边交战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旁边刚好有一个人对你说：“啊，不用啦，当作小感冒，你不要筛了，筛了就有事。”或者是你筛了阳性，啊，不用通报，没关系啦，反正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啦，没关系啦，就让他当感冒这样过去就好了。就像蛇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就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是啊，没错，我们不一定死。圣经后面的结果，亚当夏娃也没有马上就死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这段经文我会越来越困惑。没有通报也不会怎么样，我们自己绝对可以判断好坏，我们自己绝对能够分辨情势。该带的时候我还是会带的，该保持距离我还是会保持距离的。但是呢，我有我的自由，我只要不快筛，我只要不通报，我还是可以维持我的自由，我自己可以有所掌控。因此，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我们想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那条蛇的时候，当我们认为蛇是最狡猾的生物的时候，其实真正狡猾的是我们自己。其实真正狡猾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常常容许自己欺骗自己。很多时候，蛇它只是把我们内心的一些疑惑、
一些不想顺服的那个疑惑给触发出来而已。它就像个触媒一样。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内心其实已经在动摇了，我们还没有发觉。可是当有这么一个声音出来的时候，哎，像今天早上一节牧师就快筛，他还是2条线，但是他的 T 线已经非常的模糊了。他很想，他其实真的还蛮想下来跟大家一起聚会做礼拜，然后跟大家聊天呐，拉嘞这样子。如果今天我说，哎呀，没关系啦，没关系，你就下去啦，这么一点点了嘛，那病毒没影响，我想他应该就会下来了。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等这个机会啊，旁边有一个人能够，对，附和一下没？哪知道，我跟他讲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对不对？那条即便非常隐约可见的那条线，还是线啊？难道能说那个不是线吗？对不对？好。还是线啊，所以我说我们不要推卸责任。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等待一个机会，被负荷的机会。我想对于在减重，现在大家都很强调养生嘛，好养生啊、健身啊之类的。对于正在减重节食的人来说，他们偶尔也可能在等待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特别现在那个尾牙啊，那种拖一大堆，他们可能在等待这个机会。哎，没关系啦，不差这一餐啦。好，你吃完这一餐，你再继续你的减肥节食嘛，没差啦，是不是？在等这个机会吧。当旁边有人这么一讲的时候，就好，我就这一餐吃完，我就开始我的减重计划，然后这个永远都会不断的循环下去。那在学校呢，对于想要作弊，因为今年青少期的那个戏剧就是演有同学作弊这件事情嘛，好。对于想要作弊走后门的来讲，其实他们也在等待一个机会。如果这个机会来了，哇，那就是作弊；这个机会来了，就走后门，刚刚好。上帝真的是为我开道路啊！好，来了一个监考老师，居然呢，这个监考老师就是很随便监考的那种，然后我们就自己骗自己啊，上帝真的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可以作弊。上帝真的跟我那么好的机会，开个后门让我这样走进去。那么对于满肚子委屈、充满愤怒，其实他那个已经积压很久的人，也在等待一个可以让自己宣泄、爆发的机会。牧师不是说你有委屈不能宣泄啦，哈，只是说有的时候是在一个不是一个很健康、不是一个很 OK 的场合，然后呢，突然一个触媒触动到了你的那个，我要踩到地雷，嘣就爆发了。很多时候我们在等一个机会。表面上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都是风平浪静，好像我们大家都可以控制嘛，我们可以自觉情绪管理各方面的，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其实内心早就暗潮汹涌了。其实有时候我们内心都充满谎言，只是有很多谎言我们自己没有察觉，以为自己可以有所掌握，以为自己可以做的都很有道理啦，我们都可以说出道理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都是自己欺骗自己。最近那个一起发光的这个团体，我想大家都有网络上各方面都这个消息。一起发光的这个团体呢，让许多教会都蒙上一层阴影。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别人的质疑的时候，觉得啊，好没见证哦，我们这个一个教会，一个自诩为教会的群体，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但是在这样子好像看起来毫无见证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也可以同时，如果我们用正向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们也可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自己的教会生活、团契生活，我们自己身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有过容神益人的生活？我们所作所为是不是有容神益人？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反思的。我们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是属于像他们那种假冒伪善的吗？还是我们就是一个愿意讨主喜悦的基督徒？我想事实胜于雄辩，我们不需要为了这件事情就感觉羞愧、感觉愤怒，因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心中如果有清楚，我们就不容易被这些来动摇，我们就不会也不应该被动摇。在今年圣诞节，刚刚讲到青少契他们的戏剧，这戏剧里面有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妈妈，好妈妈，然后就是她这个妈妈呢对孩子非常的不信任，百般的挑剔，是小雨演的嘛，哈，小雨演那个妈妈的角色，然后子爱呢就演小孩这样子，然后呢剧中呢妈妈就对小孩呢就是反正小孩在学校就出了一些状况，但是妈妈选择相信老师，然后呢回来一直对小孩臭骂，然后呢小孩解释了，妈妈也不肯听这样子。然后在这个因为那天牧师确诊嘛，我也没办法在场。然后后来呢，整个忙完到圣诞爱宴，整个晚上结束之后，他们回来，然后子爱就私底下跟我讲说：“妈妈，其实我在之前有跟姐姐商量，我说商量什么？他说商量我们在戏剧结束的时候，应该要做一点说明跟解释，说明说我们的妈妈不是像这个样子的啦，怕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就去想说，哎呀，牧师可能在家怎么是这个样子这样子，他说可是那天因为又找谱架啊，然后贝斯又没有啊，什么有一点混乱，所以他们到演完之后呢，也忘记这档事，就没有讲这样子。他就这样子跟我分享，我就说不用啦，我说我们自己是什么妈妈，你们会不知道吗？我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所以我们自己了然于心，我就不会去对号入座嘛。那至于别人要不要对号入座，像想牧师是这样子的牧师，那无所谓啊。因为我自己清楚，我没有做贼心虚，我不需要为了可能有的误会去多做解释。但是我想，戏剧也好，人生也罢，生活当中处处充满谎言呐。当然，我们恶意的谎言，我们要小心提防。但是更多时候就是像类似刚才牧师举的这个例子，很多时候我们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就好像那个戏剧嘛，他们无意来影射我是怎么样的妈妈，但是呢，听的人、看的人可能就自己就会影射，牧师是这样子的牧师，是这样子的妈妈。那我们呢？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我们自己就去对号入座的情况？当你的同事、同学在说什么的时候，然后你刚好经过，然后他们讲，然后我听到他们在讲，然后可恶，他们居然说我，他们竟然在背后说我坏话，你自己就去对号入座了，然后呢，就觉得很自己对号入座嘛，就会觉得很气愤。台语叫做更小灯熊起啦，就自己觉得很丢脸、很气愤，被人家讲成这样。但是，当我们再去怪别人，以为别人在讲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没有先问自己：我干嘛要去对号入座？我真的是像他们讲的这样吗？如果我们真的因为这样的事情生气，那我们要反问或许我们其实里面早就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像他们讲的那个样子。那我们该检讨的应该是自己。所以蛇跟夏娃的对话很像这个样子，一个触媒就把我们心里那个对自己的疑惑给搅动出来，变得很明确、很明显。如果我们自己的心里明白清澈，当然讲八卦，一天到晚讲人家的怎样怎样，当然不好。但是嘴巴长在人家脸上嘛，我们也没办法控制。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心里明白清澈，怎么会动摇呢？如果夏娃的心里她非常的明白，非常的确定，怎么又会被蛇影响呢？如果蛇说，蛇不是如果啊，蛇就是这样对夏娃说嘛，上帝真的是这样讲吗？如果夏娃心里非常确定，他就直接就回蛇说：“对啊，上帝就是这么说的，我们就是会死，我们吃了那棵树的果子就是会死。”那就没有后面了嘛，后面的对话就没有了嘛。我们必须，夏娃如果他应该要再一次向上帝确认，如果他真的动摇了，
如果他真的突然好像讲了有一段时间了，他记忆不太好，好像不是很确定，不确定应该怎么样？他应该再回头去跟上帝搞清楚、弄明白啊，去问清楚啊。上帝，你之前你是怎么跟亚当说的啊？或者他直接问亚当嘛？老公，那个上帝当初怎么跟你讲的？他应该自己要去问清楚，而不是跟着蛇就这样子任由他的疑惑不断的膨胀。好，结果呢？第6节、第7节这里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做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然后第7节，好，他们2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遮羞啊。好，遮羞。他们赶紧摘了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羞。这个谎言，他们内心的谎言不断的膨胀。本来他们还可以去压抑哦，本来夏娃还可以去压抑这个疑惑，但是当被蛇这样勾引出来的时候，这个谎言在他心里作王掌权了。他本来以为自己还可以控制局势，但是居然一发不可收拾，这个谎言已经在他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这个谎言在他心中作王掌权，这个王不但不能保护他们，还让他们羞愧难当啊！而且是后果自行负责，这个王完全不负责的。于是他们赶紧摘了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羞。这个谎言一直膨胀，一直膨胀。我们知道要让人家没办法继续吹牛，就要怎么样？把牛皮给戳破嘛。你的吹气球吹，不要再继续大，就是给它戳破啊。戳破就吹不大了，也没办法再吹了。因此不多久，上帝就戳破了亚当夏娃的谎言，并且给他们一块更好的遮羞布。哎呀，哪有那么好的上帝呀？上帝真好，上帝真的是爱他们。耶稣的诞生不也是这样子吗？耶稣他戳破了什么谎言呢？耶稣戳破了人必须要像希律王那样子倚靠权势地位的谎言。耶稣的诞生，他戳破了人自以为能有所掌握的谎言。耶稣他也戳破了我们好像以为可以跟上帝讨价还价的谎言。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遮羞布，还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而且我们在耶稣面前，我们不用觉得羞耻。当我们坦然、愿意真实悔改，坦然我们发觉自己错误的时候，我们愿意再转向他的时候，上帝不会让我们觉得羞愧的，他只会让我们带来无比的安慰。我们又可以重新再活过来，我们又可以重新在他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逃往哪里才能躲避上帝的面呢？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充满着上帝，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无处可逃。那在你的心里，对于上帝的要求跟禁令，是不是会不会有越来越模糊的倾向？我们心里现在是不是有正在盘算着什么？或者是因为有某些人说了什么事，让你的心开始有点动摇了？你觉得好像可以哦。而这样子的盘算，并不是上帝，并不是讨神喜悦的事，也不是容神益人的事。我们内心里是不是现在有存在着某一些这样子的疑惑？我们千万不要任由这个谎言、这个疑惑在我们内心一直不断的扩大蔓延。我们不要容许自己好像可以跟上帝讨价还价，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盼望我们都能摆脱心中那自以为可以不顺服、自以为可以谈条件的谎言。盼望我们可以坚定的回应上帝，我
我们不被任何的疑惑给动摇。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诗歌，真实的悔改。求主圣灵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提醒，让我们在上帝的话语的提醒当中，求主，我们说主啊，求你光照我，若我里面有隐而未现的罪，求你帮助我挪去它。主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主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以神讨你喜悦。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救赎了我们，让我们可以不羞愧的向他求赦免。主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神讨你喜悦。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不确定在我们最近的年日当中，我们是不是在心里盘算着要跟上帝讨价还价？有些事情其实我们原本已经非常的确定，非常的明白，但是因为环境让我们觉得产生了疑惑，让我们觉得可以不用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现在开始为着我们自己内心，我们向圣灵敞开，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的心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赦免我们，将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们真实的悔改，
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总是让我们可以毫无羞愧的来到你的面前，跟你求怜悯、求恩惠。这些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牺牲，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主啊，主，十字架的爱，他所流的宝血，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洁净了。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当我们真实在你面前悔改的时候，你就将我们的实心挪去，让我们换成肉心，也赐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可以继续过讨主喜悦的生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怜悯与慈爱、圣灵的扶持与帮助，让你们从现在到永远都可以过着讨主喜悦的生活。阿们。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唔免惊。哦，主，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使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找到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样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我哦我哦我哦哦。